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 ALC 香港辦事處嘅 YouTube 頻道，又同大家見面。我係 Tony 啦。咁如果大家有了解我哋嗰個 YouTube 頻道嘅話咧，咁我哋係宗旨咧就係將一啲最新嘅消息同埋一啲中肯嘅意見係帶俾大家。因為喺呢個 EB5 嘅市場裏邊咧，有好多一啲好壞參差嘅一啲嘅消息啦，就或者一啲嘅文章，或者一啲嘅影片，或者一啲嘅個人嘅行為，會令到呢有一啲嘅消息係不實嘅。咁我哋嘅宗旨就係希望我哋係可以提供一啲中肯同埋實實在在嘅意見，同埋一啲嘅信息，可以俾到大家去參考，就免得喺呢個 EB5 嘅旅程裏邊咧就受到一啲嘅損失。咁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一個話題咧，就係應該係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就係 EB5 喺今年之內會唔會出現排期呢？嗱，咁呢個就係我講緊係新嘅法案之下。新嘅法案之下，大家都知道有3類嘅預留簽證，一就係鄉村項目，二就係城市高失業區嘅項目，三就係基建項目。呢3類嘅預留簽證嘅項目下申請嘅 526E 到目前為止，由2022年新法案開始到今日都未有排期。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好多投資人啦，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實實在在咧已經係攞到一張臨時嘅綠卡。咁嘅申請嘅時間同過往呢個舊法案之下咧相比咧，就已經係差天共地嘅。咁我想就係分析一下，究竟今年之內EB5 新法案之下嘅申請人會唔會出現排期呢？咁好多市場上面已經出現咗一個叫做 invisible 嘅排期，即係話一個隱形嘅排期已經出現啦。咁佢哋係用啲咩數據去參考呢？佢哋係用申請人數啦、預留簽證啦，同埋每一個國家可以分配到嘅7%嘅簽證名額去考慮去總結出嚟，就係話今年中國大陸出生嘅投資人或者印度出生嘅投資人，好大機會會出現排期。如果按照呢個申請嘅數量咧，係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到目前為止咧，最新亦都唔係至到今日啦，係喺今年1月份嘅申請嘅數字咧公佈出嚟咧，就係有大約9000幾份526E 嘅申請。咁但係我個人認為咧，喺呢個排期嘅情況下咧，主要就考慮2個因素，因為你有申請，但係唔係代表佢一定會佔嗰個名額嘅。咁主要就考慮2個，第一就係嗰個簽證嗰個名額有幾多，第二就係批准咗嘅526E有幾多，因為批准咗之後先至會正式去佔據呢個名額，未批准嘅話咧，佢係未佔據。咁我哋就要考慮呢2個因素，我就從呢2個因素去同大家分析一下，嚟緊今年甚至乎明年嘅年初會唔會出現排期啦？嗱，喺到目前為止咧，投資移民咧 EB5 今年嘅新嘅法案到目前頭先啱啱講咧，就有大約9000幾個嘅526E 嘅申請，但係移民局嘅審批嘅時間咧都仍然好慢嘅。相對嚟講其他嘅申請或者其他嗰個申請嘅數量咧，係比例上仍然係好低嘅。9000幾個移民局出嚟嘅數據咧，就只係得2000幾個，仲有6900幾個咧係仲喺度pending 緊，咁即係話係仲未 approve 嘅。咁即係話審批咗出嚟只係2000幾，我哋一般咧就會一個申請裏邊平均乘翻2.5個家庭成員，咁即係話呢2000幾個大約係有1萬個名額去佔據咗。咁喺呢個1萬個名額去佔據咗嘅情況下咧，從2022年2000、1000、1000加起嚟到而家，可以有幾多個名額仲預留咗喺度呢？根據最新嘅數字咧，鄉村項目到目前為止今年嘅財政預算美國嗰個移民嗰個名額嘅財政預算咧係每年嘅10月1號開始嘅，咁即係話到今年嘅9月30號之前，鄉村項目咧仍然有4000幾個名額，城市區嘅項目咧就大約一半，即係有2000幾個。咁預計我哋今年咧，如果用得晒嘅話咧，應該用唔晒㗎啦。咁預計今年咧就有睇到一啲嘅數據，就預計大約用2000個左右鄉村項目。
咁2000個用完之後，咁即係話仲剩翻大約2000幾。咁出年又會有2000個名額走出嚟，咁加起嚟仍然有4000幾個名額喺鄉村項目，而城市區嘅項目咧應該係大約一半，即係話大約有2000幾個名額。咁4000幾加2000幾嘅名額，咁我哋可以睇到而家嗰個申請嘅數字，裏邊，我頭先所講，你乘翻2000幾個，再乘翻2.5，即係大約係1萬個。喺1萬個，而家目前鄉村項目同城市區嘅項目嘅比例咧，應該係大約6:4，即係城市區嘅項目咧係佔60%，鄉村項目係40%。雖然嗰個趨勢咧，我哋會睇到鄉村項目嘅申請人會越嚟越多，咁但係喺呢個比例情況下咧，頭先我所講啦，嗰個預留嗰個簽證6:4嘅情況下，即係話鄉村項目未來會需要佔據嘅名額咧，大約有4000個，而城市區嘅項目咧就可能要有6000個。咁我頭先所講啦，到咗明年鄉村項目仍然有4000幾個，而城市區嘅項目咧就只有大約2000幾個。咁喺呢個分析嘅情況下咧，我會認為咧城市區嘅項目咧會好快可能會出現排期，因為實際上嗰個名額相差太遠啦，只係得2000幾個名額，但係批准可能有差唔多接近6000個，咁遠遠係根本唔夠。但係反而鄉村項目咧4000幾同4000零咧仍然係足夠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預計到咧嗰個隱性嘅排期咧對城市區嘅項目嘅壓力咧係相對比較大，但係對鄉村項目嘅壓力咧相對比較少。我哋亦都預計喺今年之內咧，鄉村項目同城市項目都有機會唔會出現排期，但係過咗今年嘅財政預算之後，10月1號會唔會首先跑出嚟嘅就係城市區嘅項目排期呢？呢個機會相對比較大咁所以我喺呢度分析就係話，鄉村項目嘅投資人仍然可以比較安心，盡快如果需要做投資移民嘅話，盡快去遞交呢一個申請。城市區嘅項目當然亦都需要啦，咁但係有可能你要預計明年嘅年初就會開始出現排期。咁排期會大約幾耐呢？有估計咧就係可能排期1.5年到2.5年，就係18個月到32個月左右咁但係亦都有分析就係話咧，呢個排期可能會更長咁所以就係如果你越早遞交越早申請嘅情況下，排期出現嘅時間有可能喺你申請之後，咁嘅情況下你就會避免咗呢個排期。所以到目前為止咧，仍然有好多尤其是中國大陸出身嘅申請人咧，就趕快咁去做呢個申請咁喺呢個申請嘅情況下會攞簽證啦。咁下一個點咧，重點我就會講一講，就你攞簽證，你批咗之後幾時會攞到呢個簽證咧？睇而家個趨勢嚟講咧，目前係通過雙遞交，就係話485嘅程序去做呢個申請嘅申請人攞綠卡嘅時間咧，係相對比呢個走領事館嘅程序咧係快大約6至8個月。我哋本身ALC 嘅數據就係485批准嘅時間就喺526E 批准之後，平均3至5個月就會攞到綠卡。但係我哋亦都有客人走領事館嘅程序，喺526E 批准咗之後，再走領事館嘅程序咧，等嘅平均時間係要8個月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 ALC 自己嘅數據，但係呢個數據應該同市場上邊其他區域中心、其他律師樓比較之下咧，應該唔會相差太遠。咁所以喺總結嚟講咧，今年會唔會出現排期咧？我嘅預計就唔會尤其是鄉村項目明年會唔會咧？係有機會。咁所以喺新嘅法案喺一個我哋叫做祖庫法案保護之下，到明年2026年9月30號之前遞交，都唔會受到其他法律嘅更改去影響嘅情況下咧，咁我哋亦都鼓勵好多投資人咧，最好喺呢段時間，甚至乎喺明年嘅9月30號之前就盡快去遞交嘅一個申請，以免後邊你都知道有可能目前呢一屆嘅總統可能會對呢個 EB-5 有一啲嘅修改而影響呢個未來喺2026年9月30號之後遞交嘅申請人咧，可能會有影響嘅
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嚇。咁所以大家對呢個投資移民嘅申請或者有啲嘅任何嘅問題，可以歡迎嚟到我哋 ALC 香港辦事處去向我哋嘅市場嘅人員啦，或者我哋專業嘅人士咧去諮詢。我哋 ALC 咧就唔係一個投資移民嘅中介，我哋係目前唯一一間區域中心喺香港有自己辦事處嘅。咁所以隨時可以嚟到我哋呢個香港嘅辦事處，去揾到 ALC 嘅員工，去直接去向你講解我哋嘅項目啦，直接講解目前EB5 最新嘅數據或者嘅消息。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呢個 YouTube 嘅頻道。如果喜歡嘅，我今日呢個片段就最好 like 同埋分享啦。咁亦都最重要嘅就係訂閱我哋呢個頻道，盡快攞到第一時間攞到我哋嘅最新消息。多謝大家，拜拜。